娘子，红娘子来了，快快请坐。张先生，哎呦，红娘子，事情怎么样了？还问你不及时了。哎呀，不及时了，小姐她恼了。小生的监条是一道为亲的符咒，就是小娘子你不肯用心哦。啊，是我不肯用心。哎呀，上有晴天，下有地，你这个监听儿啊，写得好哇！怪先生你怪钱，策马前南宫子面怪，那书签是你的公子，他的收藏，我的公先生儿黑的红娘的长，从今后你们相为少艰难，一生是永世相逢去情来，愿是庐山居人三生。红娘子，你快！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你也不比我管讨费的，怕老夫人要还我，我要委屈了。红娘子，只有你是我的敬天使啊！你这也怎么这病我也不是太医，我管不了。红娘子，挖度钻石也没有用了，只有你是我的救命神仙呐！哎呀，神仙也没有什么好点子了。这是小姐请你的为师，你拿去宽吧。张先生，这书信上写的什么呀？小的闹我都是假的，他要我今夜在花园相会。我却不信。书记为证，书记为证。
这书签上写的什么呀？哦，来来来，但愿心向下，迎风无光开，家乡花影同，你是月生来。No， 但愿心向下，表弟让我越上就去，迎风无光开，那心香的角门儿开着等我哩。家乡花影同，你是女人来嘛？哎，就是小生我来小生乃才私密的行家，难道枉为猜错吗？呀，好不小姐，难道你连我红娘都忘过了？哼，我看你今晚啊，是否来我？红娘子，今晚那角门儿就拜托你了。你们的事啊，我管不了，也不管了。哦，不管了。老夫人啊，老夫人，你管了相夫之门，哎。小姐嘛，替我开上角门呢。但愿心向下，迎风无波。红人，你快些落下，让月孩儿嘛早些生气吧。早些生气吧。
娘娘有旨，宣陈令进宫。陈令进宫，陈令进宫。啊
臣令即将娘娘千岁，禀身谢娘娘。陈公公，2年前哀家命客子判一件大事，他竟没有办好。听说这件事你也知道？什么大事啊？奴婢想不起来了。哦，真的想不起来了。哎呀，年长这酒实在忙歪了。可是客主已经讲过了，讲什么？你不要再糊涂了。你啥不讲？许过哀家3年夫妻，娘娘要你死，你却话不成。公啊，你管把我怎样？咱家有先帝面世惧牌。好，娘娘，夜生要用奴婢为公慢慢想来，才能想起这来禀告是讲慢，想不起来也就算了，何必结账要追你？哦，不知还有何事？你说可是为了哀家的大事，该不该当？哦，该当。好，该当。好，把客子带上来。走。我命你打
相逢同当在惧怕。你还需当一旁来哼一声，娘娘，问他什么？你问他当年何在村头，他中长谷何分？是，可是你当年何在村头，而中长谷何分？此话从何说起？难道你曾看见？我何曾看见？娘娘，你可曾看见？哀家当然看见，只看他早死不早。哼，娘娘既看见，何必再来愤怒？好也张立贼！陈立还不与我从重的打，狠狠的打，打得他走堂放血。娘娘，陈立，你不管重大，看来你们定是串通的了。如是。哼！你这管重大，好这是要丧命的呀！冤有头，诈有主，可知绝不冤你。你当吧，这是你，陈明还不与我从重的打？陈明，你当什么吧？你参决我吧！也打！举起父亲
又冤枉，你他不肯来到城府，惊堂下营啊，曾令他是曾先令。不能生你自说破你皮，我只为花烛离归，一双血淌我命千真万兵莫往死里打，李娘娘，少黑子三女来了，快走，快走！小姐回来了，快快有请。是，有请小姐。不许多言。武山山上春香翻腾罢了，一家小姐。
为娘在心上写得明白，叫你们夫妻同来，因我不见言喜呀。母亲，官人他与东厂好友为文去了，故而他没有来。为文去了。官人让我在母亲面前代为文告罪。这也难怪。儿啊，你今日为得家来，就在为娘身边独自几日，今晚就与为娘动他，娘还要与你谈谈家常秘密。夫人，夫人，王府差人送来书信一封。夫人，姑爷生要小姐亲自查看。儿啊，想你刚到娘家，妍希怎么就有书信来了？母亲，用女儿查书观看。母亲，官人来信非别。只因婆婆年迈，夫人侍奉。官人读书要我作伴，故而叫女儿嘛。谁叫委屈？像你刚到娘家，哪有谁叫委屈的逃离？有了，得为娘写书信一封，叫妍希也来动字就是了。母亲，既然官人他有书信到来，想必家中定有要事。母亲，你今日放女儿回去，女儿改日再来侍奉娘亲。儿啊，想你嫁到王家自于一月，难道你至于不嫁，就没与我娘家了吗？娘。就当天委屈的逃离。
何必再要留女儿自诉一小你？什么？为娘连留你一下都留你不死了？母亲，女儿今日不为，只可负其手。我留你一下，就要害你负其手。此次不来，你是一定要委屈我。倘若为娘经不病，死在堂上，母亲，你也要委屈不成？母亲，乖鸟，乖你。
我双双对对来放你就得为娘子一笑吧，母亲她真是女儿心我一开难言出生要委屈，小姐，我们不要委屈了吧？小姐，大是。也罢，你要委屈，生平的委屈，你是为娘当初不生，当初不养，你就委屈了吧。母亲，这都是女儿的不孝，母亲欣赏女儿待
求原谅。
他是
开在魔房，离开在心所，指定三娘，来了，你好像与娃要生我来了，你与娃就快死吧。实不相瞒，13年前我就奉旨了。来了，你是西爷？不，我一去元帅之女，若是为妻。这是真的。老年三场模仿，苦作证，泪下了多少血泪痕。三老年千金什么苦作证，磨灭了多少尘与三老年风雪金带苦作证，踩过了多少风雨尘。三老苦水与汤，苦作证，尝过了
莫高为对心意。起在啊！快！我早去找位啊！爹晓得嘞，快动啊！去胡同，暖宽水天堂中
前世作孽了，生了3个儿子，那个都为眼头眼脑的人，讨了2房心，一个叫造事策反，一个叫论坛独孤。可是一年到夜吱吱喳喳吃力看的，相谋非断头。哎，看起来我3不天地就要不服了这。听三新娘龙啊我50名啊长苦痛的阿暖究竟姑娘身相母蛮好，独在蛮高，为晓得是真是假。昨日我不长师傅叫到屋里，我被出了一道难题。我好过今早要把我回应那个到各个人光儿女隐性，对，我还是亲自到50名啊去走走。三步当中两步迎，迎来一日张家门到这理想张师傅跃跃来动，来着来着，外头是啥人啊？哦，是我。是我？是我啊。你们一光人，我们有10灵，啊，哥妈妈都有名字的，侬哪个没名字的？今朝明被讨了7大罪。姑娘，我的名字有10个里个对不？啊？我的名字要用算盘算过。啊，跟侬讲嘞，让我来算算看。侬听懂？一对波来，2对波，3对5岁，4对本，连名大姓才算本，青龙姑娘是大娘。侬就是12年的哇？哎，侬那个会晓得个？马算什么就是嘞？聪明，谁是聪明姑？那么理想的姑娘，侬叫啥名字呢？我的名字嘛，啊，要用算的。我这个刀也得还我一枪。那么侬我嘞？那么侬听懂？金光来两金花，3金4两加金花呀，不要问我女心，3天4两一起呀，侬却是绝金姑娘们。是的。难怪有假聪明。12年的话，侬到我屋里做啥？我想喊侬爹到我屋里哭同去。啊！那么侬的屋里住了啥地方呢？侬听懂？擦了一头
大臣，见面玉色闹盈盈，外面月色郎亲啊亲啊，路过一头来过门，空见两股关门拉鸣，林呀列在往里等。1700把条子出拉头顶，风风无须算得尽，身体好像八剑那棍，面里饭要慢来吃，压里饭要面上困，去是实当关门拉侬晓得的，干嘛我给我听听看？上面我们就是上面十条呀。三个。前面闹盈盈嘛，是读4个死4亡。个。郎亲亲嘛，是的。没错。来不能嘛，就是冤冤的要同门。门口2个过门人啊，就是那门口2只。侬到我的来过的哦，来什么来过？毛菜菜嘛，谁是来？聪！哎，我都忘了把你们拿不开哦，不晓得想我好不好？我都要偏出来看大来，究竟姑娘我岂在？说你的话，那么侬到我屋里来收拾去。非洲姐，点心吃，点心啊不就在不就点心不吃吗？啥吃不起呀？啊不吃在。侬啥不吃，点心不吃，跟我不客气，不送饭。跟姑娘的才是条面大，哎门也不开哦，叫我点心吃起，左吃起，聪明。一张会子，我一定要被办成功。阿奶，阿爹啊，侬回来噻？回来噻。生意好吗？哎呦，哪里来的生意？阿娘啊，1万多来烧，2万多来炒，阿爹个肚皮养我实在。阿爹哎，1万不要烧，2万不要炒，有人请侬吃20万去嘞。啥人家好叫我吃20万去？阿爹了，那外面生意没，阿侬来了第一堂面嘛，把侬生意对来噻。哦，啥人屋里啦？12人屋里。啊，12人屋里啊！不去。阿爹哎，为啥不去嘛？阿囡啊，12东家搿种人家啦，没事情的辰光，胡吃老老，坐点坐，闲话蛮多，生活难做，还过上个70头蛮多了。啥70头啦？喏，阿爹，搿只做包厢生意去，路过12东家屋里的门口，你倒是蛮客气个。哎哟，张师傅来在，请来告终。阿爹哎，搿么是句客气闲话呀，是请侬坐呀。哦，叫我坐啊？我坐了以后啊，以我在张师傅啊，搿中日钱侬有没有坑过啦？阿爹，搿侬哪回答？对不起呀，我就糊里糊涂回答了他一声。我说12东家搿中日钱阿爹哎，把侬猜着噻，我10千嘛就是1万，中日钱嘛就是中万呀，就是问侬中万有没有吃过？哦，吃过中万我在12东家，
侬叫我来看啥个洞啊？有要过10只洞。10只洞？哎呀，阿爹，生意来着。阿妹，你报出来个洞名，阿爹非但没有看过啊，连听也没有听见过啦。啥个洞名啊？阿爹，跟我讲讲，侬来听听看。好，咱们侬听懂。他是到天亮了哭，天亮洞，谁是那清早起来的新年虫？关于那安嘴要哭无字痛啊，谁是阿爹老王安痛？还有晨落西山黄昏洞啊，上风光光都要用电板回来洗家洞。这洞关于那关呀三更要进洞啊，俺暖个往里空气通啊，我懂啊，因俺付出是么痛啊。三年他要哭雨给无地洞啊，要哭嘛雨地洞，雨给付的时候该雨的付该是退户啊痛。真洞，要哭无地无给洞啊，付的付该是真啊痛。真洞，还有的夫妻洞，文龙啊暖洞啊洞。夫妻洞总称得就是早干挑树啊洞。一句这洞名字更难懂，领导叫俺过金丝啊洞，领导真像个风风，无地无给两对空，真我越记越真，家家户户开仓库，千军万马怎万人，英勇皇帝所当中。三大老子多用劲，这是打开个脑红啊！你这个名呀多难，名堂谁叫阳风啊痛？千军万马是风群，一则凤凰手当中，跟我秘密像苍空啊，一刀要闹红啊红。黄豆在当中，你上头一记送，个好的不隆咚，零零起来个慢腾腾，文龙阿门叫什么洞？这样的东西天天见，名堂谁叫吊子啊痛啊！哦哟，阿妹啊！我起来个10只洞，阿爹从小就会哭过。阿爹哎，侬是会哭个吗？阿爹，跟我个趟去嘛，海龙要想的来，要办嘛要硬的。伊问侬个同名啊，侬为得不一听？阿爹越是这，阿囡啊，阿爹可知道啥家去？要是陈东家问我。张师傅啊，可是这东是不是阿囡搞弄啊？个叫我两个会得呢？阿爹，跟侬谁说？10年电话，侬是不是我儿子生的？你讲的我已经后悔，因为我哪个会变个儿子生的呢？跟我那个是阿囡搞的呢？我阿囡最聪明，好，阿爹起责。
师兄。